各位好，歡迎收睇《軍政鼎盛》，我係馬鼎盛。今日我哋講講咧對一個歷史嘅真實嘅態度啊。開講你又話啦，錯要認，打企定啊嘛。咁錯咗如果唔認，好似日本仔咁樣啊，明明侵略中國，佢話進入，明明南京大屠殺，佢話冇咁多人咁，有冇拗咧？啊，死都唔認賬。咁無獨有偶咧，啊，前蘇聯同埋呢個現在嘅俄羅斯都有呢個惡習，就係做錯咗唔認。最近咧，俄羅斯國家電視台就播咗一個紀錄片，啊，呢個紀錄片當然係經過剪輯同埋經過呢個篡改歷史㗎啦。佢話喺過去曾經蘇軍開入咗呢個捷克斯洛伐克，啊，用呢個軍事力量嚟改變呢個獨立嘅主權嘅國家嘅政治版圖。啊，佢話點解呢？佢話因為呢個係為咗呢個保衛社會主義大家庭嘅安全。啊，因為西方已經係想顏色革命，啊，想話呢個和平演變，所以咧我哋流鮮血解放嘅呢片土地捷克斯洛伐克，絕對唔允許佢再俾西方陣營拉過去。啊，當時蘇聯係咁講，但係而家仲咁講，啊，咁就好傷害捷克同斯洛伐克呢兩個國家嘅感情喎。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啊，而家捷克以前嘅捷克斯洛伐克係分離咗，啊，因為佢有種種歷史原因。但係對於呢個布拉格之春呢段歷史咧，捷克同斯洛伐克人咧都係一致承認呢個歷史咧係民主受打壓、國家主權受侵犯咁嘅歷史，而絕對唔係咩社會主義大家庭啊，乜嘢呢個蘇聯保衛自己啊，唔受西方侵犯啊，呢啲係假嘅。所以兩個國家咧都對普京呢個政府提出嚴正咁抗議同埋交涉。啊，當時嘅歷史就係咁啦，人哋全民選舉出杜布切克，啊，全黨選舉出呢個杜布切克做呢個捷共嘅總書記，進行民主改革開放。啊，有咩唔好呢？幾十年後咪又係行翻呢條路，但係蘇軍就帶住佢嘅僕從軍，即係所謂華約50萬大軍，闖入咗、侵入咗捷克斯洛伐克呢個國家。啊，坦克開到呢個布拉格街頭，槍殺民運人士。啊，咁今天仲唔承認呢個錯？啊，但係西方咧就係另外一種嘅價值觀。啊，佢唔怕暴露自己嘅缺點、弱點、錯誤，甚至罪惡。啊，今年係二次大戰結束、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，咁樣美國就出咗一本暢銷書，呢本暢銷書咧就叫做《黎明的炮聲》。啊，好大本，上下集，仲要係第3冊，前面仲有2冊。啊，單係第3冊講嘅事情咧，就係從諾曼第登陸一直到攻克柏林呢一段歷史。佢喺呢段歷史上面咧，並唔會話成王敗寇，並唔會話掩飾盟軍內部嘅矛盾。啊，所謂盟軍咧，主要就係英國、美國、蘇聯同埋法國啦。法國雖然好弱小，即係戴高樂帶住嗰啲咩自由法國戰士，雖然但係都算係聯合國嘅創始國之一啦。即係裏邊咧矛盾重重，而且咧美軍亦都有犯下戰爭罪行。啊，一個好明顯嘅戰爭罪行咧就係殺俘虜。殺俘虜呢味嘢咧，真係古今中外都否定嘅。啊，因為人哋都投降咗，你仲殺人哋？呢個係違反一種契約。咩叫投降咧？投降就對方嘅武裝力量放下武器，啊，甘願受你處置。如果你認為佢係戰爭罪犯，你咪開庭審佢咯，係嘛？
你好似紐倫堡法庭，你審咗以後先至殺咗幾多個納粹嘅人物啫？啊，幾十個。你喺東京嗰個裁判亦都係殺得唔多啊。咁但係喺戰場上你俘虜咗人哋，你其實已經係有一個契約，就係話我保證你生命安全啊，甚至我唔會虐待你，我唔會侮辱你啊。軍人啊嘛，佢打仗佢係服從命令，係嘛？佢放下武器就已經脫離咗戰爭。咁但係美軍呢，有呢個殺俘嘅醜行、暴行同埋罪行。呢本書《黎明的炮聲》裏邊呢，完全都唔會為佢國家嚟掩飾啊！佢話說咧，希特拉喺諾曼第登陸以後，大勢已去，但係佢咧孤注一擲，將佢最後嘅力量咧喺北喺呢個亞登呢個地區進行咗一次反撲。咁啊，盟軍咧措手不及就節節敗退啊！喺很短一個時候，幾個星期啊就敗退。咁喺呢段敗退同埋反攻嘅過程當中咧，美軍有一個坦克師嘅師長就中咗埋伏，被包圍。咁佢身邊呢10幾架坦克就失去戰鬥力，投降咯。咁呢位師長少將咁啊舉手投降，帶住啲部下走出嚟。咁點不知咧？由於當時係天黑，同埋咧戰鬥仲未結束，戰場又好亂，可能就發生誤會啊！即係呢個少將跳下坦克以後咧，舉手投降，就想將呢個手槍攞出嚟交槍。點不知呢個動作咧就被視為反抗，亂槍掃射啊！身中14彈，四肢軀幹頭部。打到一塌糊塗，死於非命。咁呢個消息傳到去美軍以後咧，美軍就話：哇！呢啲咁嘅黨衛軍真係垃圾啊！竟敢呢個殺俘虜，所以咧佢哋報復啊！巴頓將軍係一早都已經講咗啦，話見到黨衛軍根本就唔使收俘虜啊，殺晒佢就算數。雖然佢呢個係氣話，同埋咧唔執行嘅，但係美軍咧都有呢個殺俘嘅現象啊！比如講捉到幾百個德軍俘虜以後，首先睇下佢隻腳係咪着緊美軍嘅戰靴，如果係嘅話咧，一槍托打落去，毫不留情啊！即係證明你起碼虐待過美國戰俘啊！咁仲有咧喺呢個幾處墳場就發現被槍殺嘅德軍俘虜啊，被呢個軍法醫生證明係槍殺俘虜啊，寫出嚟啊，冇所謂啊。但係當然相比起呢個德軍滅絕人性咁樣喺俘虜營8%嘅俘虜都死亡或者係患重病，咁啊兩者比較之下咧，盟軍當然係道德上面佔優勢。但係仲有一點，呢本書咧揭露咗盟軍之間啊勾心鬥角，唔係鐵板一塊，唔係同舟共濟啊！就當呢個亞登戰役開始，美軍敗退嗰陣時咧，英軍嘅統帥蒙哥馬利咧就趁機逼宮。啊！就向呢個盟軍嘅總司令艾森豪威爾講：喂，佢話你唔好攞住統帥權啦！你既然係盟軍總司令咯，係嘛？你指揮嗰啲嘢交俾我啦咁啊！逼宮，搞到艾森豪威爾咧好尷尬，甚至憤怒啊！喂，佢話呢個蒙哥馬利，佢叫佢蒙克，蒙克。你係我部下喎，你唔可以咁同我講嘢喎，嚇！居然逼宮，即刻發電報俾白宮，話有我冇佢，有佢冇我，啊！你即刻炒咗呢個英國佬，如果唔係的話咧，我辭職，啊！咁當然又係一時氣頭嘅話啦，嚇！最後平息落嚟啦。
但係呢個蒙哥馬利咧就真係好少人嘅啊！趁美軍打敗咗一仗，咁就去想奪兵權啊！所以後尾啊，艾森豪威爾同呢個法國當時嘅首領戴高樂都話：我同呢條友咧有牙齒印㗎啊！就唔怕公開盟軍之間嘅呢啲咁嘅鬥爭嘅秘密。仲有啊，法國佬都唔係省油燈啊！雖然法國係打親就敗，一次大戰又敗，二次大戰又敗，全靠呢個美國佬打救，全靠美英盟軍打救。但係佢一諾曼第登陸咗以後呢，帶住一支咁嘅立立雜雜嘅呢個所謂法國殖民地軍啊，巴巴閉閉唔聽指揮啊！呢個阿登戰役咧打敗咗，咁盟軍就要重新要調整隊伍，係嘛？要將呢個戰線拉直啊，唔好岩岩巉巉、犬牙交錯，呢個比較難防守。所以咧就要決定，艾森豪威爾話要放棄呢個斯特拉斯堡同埋呢個阿爾薩斯平原，話呢兩塊地方咧好難守嘅，易攻難守啊！我哋拉直戰線，然後再反攻。哇！戴高樂話：點可能啊？呢個斯特拉斯堡係歷史上德國同法國，或者講法國同普魯士必爭之地啊！呢個關係到法蘭西嘅榮譽，我死都唔走噶啦！啊，你走你就走啊！你走，我法國一個師喺度死守，你有本事你見死不救，等德軍將我包圍消滅啊！我都唔在乎，我唔走啊！艾森豪威爾話：你咁搞法，我就要考慮係咪斷絕你嘅補給喎？你戴高樂有幾大嘅本事啊？我唔俾彈藥你，我唔俾糧食你，我唔俾油料你，你打乜仗啊？啊！戴高樂話：你試下，你如果咁樣嚟封鎖我的話，我馬上下令全體法國人杯葛你，啊，唔招呼你，啊！我嘅鐵路、我嘅公路唔俾你使用。喂，我話晒都係個國家喎，我嘅電信向你封鎖，我睇你點打？拍晒台。雖然呢啲都係戲話，但係呢，佢而家呢本書將嗰個以前秘密檔案完全公諸於世，唔怕全世界人話你篤背脊，話呢個美英法盟軍都咁樣嘅，自己一鑊泡嘅啊！冇所謂，承認歷史，承認罪惡，甚至乎呢個美國同呢個蘇聯之間嗰啲矛盾又係相當之尖銳，特別係英國。丘吉爾話：喂，斯大林如果佔領咗柏林，可能俾世界一個印象就係呢次二次世界大戰係佢打贏嘅喎。咁我哋喺戰略上面好被動喎。啊，不如咁啦，啊，你美軍交俾我指揮，蒙哥馬利，我照打去柏林，你詐唔知啊？睇下邊個先攞咗柏林啊！艾森豪威爾話冇必要係嘛？我哋瓦爾塔協議早已經講咗噶啦，即使你打咗柏林，柏林都係喺蘇佔區之內，你有咩優惠咧？你要我再犧牲多20萬美軍啊？我唔制。而呢個羅斯福咧就勸丘吉爾，佢話你要睇大個，睇整個全球戰略。二次大戰以後，如果世界能夠和平咧，必須建立喺美蘇嘅和平基礎之上。啊，你如果想我喺二次大戰以後又同蘇聯搞對立咧，咁就冇和平噶啦。啊，所以丘吉爾有句名言啊嘛，佢係自嘲啊，佢話爭吵係情人之間嘅呢個交流方式之一。啊！咁西方有咁樣嘅肚量，就難怪佢冷戰咧取得勝利啦。